香港餐飲業正喺度親手殺死自己嘅未來。呢個唔係危言聳聽，而係每一個仲堅持喺香港消費嘅人最真實嘅痛感。如果你想知點解喺呢個曾經嘅美食天堂食飯會食到一肚火，點解嗰啲幾十年歷史嘅老字號會接連執笠，甚至點解而家連香港人自己都覺得去深圳食飯先係逃出生天，咁你一定要耐性啖將呢啲實情睇晒。睇完呢啲內容，你唔單止可以睇清香港餐飲界嗰啲心照不宣嘅潛規則到底有幾荒謬，更加可以避開嗰啲專門針對遊客同埋老實人嘅消費陷阱，睇明呢個行業正喺度經歷嘅生死陣痛。而家嘅香港街頭最常聽到嘅聲唔係老闆發財，而係又執一間。如果你行喺中環、上環呢啲原本最鬧市嘅地段，睇住嗰啲曾經大排長龍嘅老字號紛紛拉下鐵閘，唔好急住感嘆經濟唔好，先睇下佢哋係點樣對待客人嘅。最近鬧到滿城風雨嘅文興酒家事件，其實只係冰山一角。一位內地遊客滿懷期待淡行入中環呢間號稱有30幾年歷史、招牌燒鴨名震倫敦嘅老店，結果正餐都未上，心就涼咗一大截。喺香港，好多酒樓有個不成文嘅規矩，就係你一坐低，台面上準會有2碟小食，可能係花生，可能係酸菜，亦都可能係醬料。好多唔知頭唔知路嘅遊客以為呢個係餐廳嘅一點心意，係免費嘅開胃菜。但喺呢位遊客嘅賬單入邊，呢2碟睇落唔起眼嘅魚皮花生同瑤柱醬，每一碟竟然要28港元。更令人無語嘅係，當客人覺得醬料味道唔錯，想續一份嗰陣，餐廳二話不說又收咗一次費，而且份量仲縮咗水，再加上每人38港元嘅茶位費，以及最後強制收取嘅10%服務費，呢餐飯仲未見到肉，200幾蚊就當憑空消失咗。最後埋單700幾蚊，雜費佔咗1/3，換咗係邊個心入邊會舒服？呢種收費模式喺老一輩香港人眼入邊可能係入鄉隨俗，但喺現代消費邏輯入邊，呢個就係明晃晃嘅信息差宰客。所謂嘅加一服務費，原本係西餐文化入邊對服務員勞動嘅尊重，但喺香港呢筆錢往往直接入咗老闆個袋。更諷刺嘅係，喺好多老牌酒樓，你幾乎感受唔到任何所謂嘅服務。服務員嘅面色比冰鎮奶茶仲要凍，加個水要嗌3聲，落單要睇運氣，稍微動作慢少少就會俾人嫌棄阻住條路。就喺呢種貼錢買難受嘅環境下，餐廳依然理直氣壯淡收住嗰10%嘅服務費，甚至有遊客喺菜入邊發現咗頭髮，要求退翻服務費，店員卻覺得我都幫你換咗一盤啦，你憑咩唔俾服務費？呢種邏輯嘅背後係一種根深蒂固嘅傲慢。我店大招風，你唔食，自然有人食。但而家時代變咗，消費者已經唔再係嗰個可以隨便被潛規則忽悠嘅群體啦。香港餐飲業嘅呢種收費慣性，正喺度成為佢哋走向滅亡嘅催化劑。就攞而家最普及嘅手機自助點餐嚟講，好多連鎖餐廳為咗節省人工成本，要顧客自己掃碼、自己落單，甚至自己去櫃台拎餐，但去到埋單嘅時候，嗰10%嘅服務費依然雷打不動，但出現喺賬單上面。呢個令到好多本地人亦都開始憤怒。我將服務員份工都做埋，最後仲要向餐廳交服務費，呢個收嘅到底係服務費定係租位費？呢種對消費者嘅長期收割，直接導致咗港人北上消費嘅熱潮。而家嘅週末，香港人唔係喺深圳，就係喺去深圳嘅路上。點解？因為喺深圳同樣嘅價錢，你可以買到真正嘅尊重同透明。人哋嘅醬料係自助嘅，茶水係免費嘅，服務員恨不得將飯餵到你口入面。最重要嘅係賬單上面寫幾多就係幾多，冇嗰啲亂七八糟嘅開瓶費、洗杯費、小食費。對比之下，香港餐飲業就好似一個仲生存喺30年前美夢入邊嘅老人，固執淡守住嗰啲陳腐嘅規矩，
卻冇發現出面嘅世界一早已經換咗天地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港關閉咗近300間店鋪，其中70%都係餐飲店。呢個數據背後係幾多老字號嘅落寞，又係幾多老闆嘅無奈。有人話係因為租金貴，有人話係因為人工高，呢啲確實係事實。香港嘅鋪租全球名列前茅，洗碗工嘅人工都快趕上內地嘅小白領啦。商家為咗生存，只能夠將呢啲成本轉嫁俾消費者。但在高成本之下，如果連最基本嘅誠意同透明度都掉咗，咁倒閉潮就真係怪唔得人啦。睇下而家嘅香港年輕人同白領，佢哋已經學識咗用腳投票。呢2年，一種叫兩餸飯嘅平價快餐喺香港遍地開花，幾十蚊2個餸1盒飯，明碼標價，分量十足，唔使俾茶位費，唔使俾服務費，更加唔會有咩隱形小食。從普通市民到着西裝嘅中產，大家都在排隊買呢種盒飯。呢個說明咗咩？說明大家唔係食唔起飯，而係唔想再當嗰個被潛規則算計嘅冤大頭。大家追求嘅係一種乾淨利落、信息對稱嘅消費體驗。面對呢種行業寒冬，香港政府亦都坐唔住啦，出台咗各種幫扶措施，又係免牌照費，又係污水費打折。政策確實可以俾餐廳一個喘息嘅機會，但真正能救命嘅仲係餐廳自己嘅覺悟。有啲老字號開始學精咗，接入咗微信支付，上線咗外賣平台，甚至開始喺社交媒體上聽取意見，改善服務。但更多嘅店依然喺轉型陣痛入邊掙扎，一邊抱怨客流減少，一邊繼續喺賬單入邊塞入嗰啲莫名其妙嘅收費項。其實無論係內地遊客定係香港本地人，大家反感嘅從來唔係收費本身，而係嗰種被套路嘅感覺。如果你要喺菜單上明確標注 XO 醬30蚊一碟，問我要唔要，我點咗我認。但如果你趁我唔注意直接端上嚟，埋單時先話我知呢個要收錢，嗰個就係喺透支消費者嘅信任。香港餐飲業想要破局，關鍵唔在於嗰10%嘅服務費收唔收得，而係於能唔能將呢種被動收費變成主動價值。如果你能夠提供令人心悅誠服嘅服務，哪怕收20%嘅服務費，大家亦都會覺得物有所值。話到底，一餐飯食嘅係情懷，更加係尊嚴。喺呢個信息高度透明嘅時代，任何試圖利用信息唔對稱嚟牟利嘅行為，最終都會被市場無情淡拋棄。香港餐飲業必須明白，當大家開始覺得去隔離城市食飯先叫享受嘅時候，留俾呢啲老牌餐廳嘅時間真係唔多啦。只有打破嗰層數十年不變嘅服務慣性，讓消費回歸透明，讓服務回歸真心，香港呢個美食天堂先可以真正重新煥發生機。希望每一個睇到呢度嘅你，下次喺香港用膳嗰陣，能更加勇敢答問一句：呢個收錢嗎？亦都希望嗰啲仲喺寒冬中掙扎嘅餐飲老闆們，能聽下呢啲來自街頭巷尾嘅真心話。畢竟生意要做得長久，靠嘅唔係賬單上嘅嗰啲小聰明，而係客人口碑入邊嘅嗰份真誠。關於香港餐廳嘅呢啲收費亂象，你係咪亦都遇過類似嘅離譜經歷？或者你覺得喺香港食飯仲有邊啲必須要知嘅避坑指南？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嘅故事，等我哋一齊傾下香港餐飲嘅未來到底路在何方。